南投县棒球联队由新家、千秋甲新丰这3间国小来组成，参加着台彩威力杯全国的棒球比赛，拍出着全国第3名的好成绩。这嘛是南投县棒球联队参加这个比赛成绩上好的一届。由新家国小为主的南投县棒球联队，伫台彩威力杯全国棒球比赛得到全国的第3名，消息就传回南投，这新家国小校长真欢喜。各界的恭贺奖励不断，同时对于地区的我们的村长、代表、议员以及家长会，这阵子的鼓励，也一并表示感谢。比赛时，由新家国小6年级的球员全杀入，攻出一支3分的全垒打，配合千秋国小投手林俊杰的弯刀比赛，最后以3比2的成绩得到全国第3名。希望国中的时候可以打到这样稳定先发，为球队赢得胜利啊！第6局的时候有点紧张，因为第一次代表南投队出发，有那么好的成绩，也是感觉对自己的母校有一些贡献这样子。这嘛是南投县的联队，伫这个比赛内面成绩上好的一摆，期待未来会使继续为南投县争取公赢。